好，我要帮我儿子报户口。然后我會攞牙叻嘢報户口。然後我會攞牙叻嘢報户口。哇，好可愛哦！一平，恭喜啊！孩子多大了呢？哇，很大年小哦！一平，恭喜哦！我愛給他人哦。哇，很大年小哦！一平，恭喜哦！我愛給他人哦。1個多月了，一張朗月嘞，一張朗月嘞。恭喜你哦！財富人丁都興旺，恭喜你哦！財登兩旺嘞，恭喜你哦！財登兩旺嘞。還好啊，你們在60天內來登記，不然要被罰300元以上呢。好的咯，你哋要喺60日以內來登記，係冇事，要罰300元以上哦。好的咯，你哋要喺60日以內來登記，係冇事，要罰300元以上哦。一平，你看，小孩長得像爸爸一樣聰明，像媽媽一樣漂亮，像爺爺一樣勤奮耶。哎，一平，你看，生日的上來像也聰明，像愛講，像阿公盡力甲善忙。哎，一平，你看，生日的上來像也聰明，像愛講，像阿公盡力甲善忙。真的嗎？謝謝，真緊係。安子誰哦？真緊係，安子誰哦？來，請你填寫這張申請書，名字取好了嗎？來，搶下一張申請書，名要按號碼。來，搶下一張申請書，名要按號碼。我們這邊還可以領生育津貼補助1萬元。哎，有帶身份證嗎？我到鴉片韓州的領生育津貼補助1萬元。哎，有帶身份證嗎？我到鴉片韓州的領生育津貼補助1萬元。哎，有帶身份證嗎？有哦，在這裡，張永志，張永志，有哦，對呀，張允之，有哦，對呀，張允之。安姑姑，哇，永志笑得多可愛啊，將來一定很聰明。安姑姑，永志笑得很得人笑哦，很一拜哦，天超當聰明。安姑姑，永志笑得很得人笑哦，很一拜哦，天超當聰明。我每天都跟他說好多話哦，每天看着他一天一天長大，我就開心了。我當日啊都同佢講動多番哦，看佢日見日睇，我就動聽。我當日啊都同佢講動多番哦，看佢日見日睇，我就動聽。阿公阿婆一定也很開心吧？阿公阿婆唔是講你當歡喜呵？阿公阿婆唔是講你當歡喜呵？他們每天一醒來啊，都眉開眼笑，覺得啊，當你一哄床就開米少年，覺得啊，當你一哄床就開米少年。第一件事就是來報永志呢，第二件事情就係來南永志呢，第二件事情就係來南永志呢。真好。對了，一平，剛好我們附近的媽祖廟有在贈送寶貝祈福袋，很好呢。係啦，一平，都好哦，我到附近那個媽祖廟有啲嘅送寶貝祈福袋哦，很好呢。係啦，一平，都好哦，我到附近那個媽祖廟有啲嘅送寶貝祈福袋哦。等等你手續辦完，可以去看一看哦。希望小朋友快快平安長大。等一下哦，叔叔盼睇，早啲去看看啦哦。希望小朋友家家平安狀態。等一下哦，叔叔盼睇，早啲去看看啦哦。希望小朋友家家平安狀態。好的，謝謝。好，安子 C。好，安子 C。這是最新的戶口名簿，規費30元。請問你要順便辦理小朋友的健保卡嗎？也係最新嘅戶口名簿，規費30元。
请问我顺晒潘小朋友嘅健保卡冇？也是最新嘅户口名簿，贵费30个元。请问我顺晒潘小朋友嘅健保卡冇？好啊，麻烦你。好啊，麻烦喏。好啊，麻烦喏。请你填写小朋友名字、出生日期，好，抢下生日嘅名嘅出生日期，好，抢下生日嘅名嘅出生日期。小朋友的身份证号码是 B123456789。现在啊，我们都会同步通报健保局，它就会自动加保。生日嘅身份证号码是 B123456789，也下我哋會停定同步健保局，而且會自動加保。生日嘅身份證號碼係 B123456789，也下我哋會停定同步健保局，而且會自動加保。小朋友是跟爸爸投保嗎？没错。佢生日呢係聽阿爸那保係冇？冇錯。佢生日呢係聽阿爸那保係冇？冇錯。好，因为小朋友是第一次办健保卡，不收费。好，因为生日呢是头一摆办健保卡，不是收钱。好，因为生日呢是头一摆办健保卡，不是收钱。健保局跟我们有跨机关连线，2到3个工作天就会将健保卡寄到你家。健保局同我哋有跨机关连线，2到30工作日就會留健保卡寄到你屋卡了。健保局同我哋有跨機關連線，2到30工作日就會留健保卡寄到你屋卡了。請問是要寄到戶籍地址，還是其他通訊地址呢？請問係要寄到戶籍地址，也係其他嘅通訊地址呢？請問係要寄到戶籍地址，也係其他嘅通訊地址呢？哇哦，这么方便啊！那请你寄到户籍地址就好。哇哦，暗讽片呢？抢寄到户籍地址就做得嘞。哇哦，暗讽片呢？抢寄到户籍地址就做得嘞。好的，这边也有注明小朋友是依附家保，我们资料都传送出去了。好，也有注明生日呢係聽阿爸家保，呢啲資料都傳送出去嘅。好，也有注明生日呢係聽阿爸家保，呢啲資料都傳送出去嘅。这里是健保局的服務專線，以後有什麼狀況，你只要報小朋友的資料，健保局一查就知道了。也係健保局嘅服務專線，行一擺係有乜嘅狀況，唔只愛報生日呢嘅資料，健保局一查就知咧。也係健保局嘅服務專線，行一擺係有乜嘅狀況，唔只愛報生日呢嘅資料，健保局一查就知咧。麻煩你點一下。這裡是生育津貼1萬塊，麻煩點一下，也係生育津貼1萬個元。麻煩點一下，也係生育津貼1萬個元。這邊請你簽名，也俾搶簽名，也俾搶簽名。好，這樣就可以了。恭喜哦，依萍。好，安陽就做得咧，恭喜哦，依萍。好，安陽就做得咧。恭喜哦，依萍。